Hello，大家好，我係 Elsa，今日想同大家分享翻一個非常之好嘅消息，就係 Pinework 正式同呢個嘅建立策略合作 CIDI Games。咁到底呢個合作有冇料到？係咪又一次嘅畫大餅？定係真係有能力推動 Web3 Games 做出規模？等我慢慢同你講。首先想講講 Pinework 點解要揀遊戲。老實講，遊戲同 Blockchain 係天生嘅好拍檔。遊戲本身就已經易入口，有社交，有互動，有虛擬經濟，再加上 Pioneers 成千上萬、數以千萬計，全部真實嘅人類，不特止遊戲可以日日玩、日日用、日日消耗派幣。咁派幣自然想喺呢個板塊做突破，而 CIDI Games 就係具備呢個嘅遊戲開發、運營能力，兼且懂得平台化嘅一個嘅團隊。雙方一拍即合，都係想搞一個可持續、有用，而且玩得開心嘅 Web3 遊戲生態圈。Pinework 呢次唔係純粹係講下，唔係出篇公告咁樣就算，佢係用真金白銀投資。Pinework Ventures 已經投資咗 CIDI Games， 即係話 Pinework 係用資金、技術支援、社群力量去催生一個真係可以吸引大量用戶嘅遊戲平台。簡單啲嚟講，唔係單一遊戲，而係成個嘅遊戲產業鏈，包括遊戲支付用呢個派幣、派錢包整合、派 X Network、派 SDK、遊戲 API、開發者工具、HTML5 Game Hub。你可以感覺到 Pinework 並唔係只係想整隻 game 嚟玩下嘅，而係真係想做Web3 手遊版 Steam 或者係 Google Play Games。咁 CIDI Games 係做緊啲乜嘢？佢哋而家開發緊一個叫做 H5 遊戲平台。簡單嚟講，唔使下載，即開即玩，手機用戶 friendly， 最適合呢個 casual games。而家遊戲種類並未完全公開，但係官方就話全面整合呢個派幣。遊戲入面交易用派，用戶獎勵可以同派錢包互動，甚至有一套 API 俾第三方開發者加入。你可以想象到之後唔同嘅開發者可以喺入面直接用派幣喺遊戲入面搞呢個經濟系統，即係變成邊玩邊用派幣嘅一個常態。預計2026年 Q1 第一版本嘅平台進行測試，雖然仲要等，但係方向仲算清晰。咁對 Pioneer 有咩實際好處？以下係實際嘅影響嘅。第一樣嘢就係更多嘅遊戲可以日常用到派幣。第二樣嘢就係派幣嘅用途增加，即係消耗、流通同時發生。第三樣嘢就係開發者見到派幣有用戶、有平台，自然就願意加入。第四個好處就係生態越大，派幣嘅價值基礎更加紮實。第五樣嘢就係 Pioneer 有更加多嘅理由每日返嚟打卡用派幣。一句講晒，呢個就係真正嘅 utility。咁講返老實說話，呢個係大突破定係大風險？派幣嘅優勢就係有全球龐大嘅社區。第二樣嘢就係遊戲天生適合呢個 Web3。第三，有資金、有技術、有用戶。第四就係 CIDI 團隊喺遊戲入面同埋平台化都係有經驗嘅。咁講到挑戰啦，要做到平台就非常之唔簡單，而且需要2026年先測試，時間就比較長。第三樣嘢就係 Web3 遊戲市場競爭非常之激烈，唔係就係得你一個遊戲平台。第四樣嘢就係可持續性，亦都需要靠呢個遊戲質素同埋玩家嘅流傳，即係你嘅遊戲需要高質量，令到用家持續喺呢個平台入面玩先有用嘅。整體嘅方向就係唔係得把口，而係真真實實逐步咁樣去搭建生態地基。至於成果係點樣，要等到遊戲正式落地先知道。如果 Pinework 真係想做到全球普及，遊戲會係最快、最自然嘅入口。而呢次嘅合作可以話係 Pinework 喺 Web3 Gaming 入面嘅一個嘅全面加速器。你好快會睇到更加多嘅 GameFi、更加多嘅 H5 遊戲、更加多派支付場景、更加多嘅開發者進場、更加多嘅生態循環。如果 Pinework 要真正成為人人可以用嘅 Web3 平台，遊戲可能就係推動呢件事嘅核心力量。
如果中意條影片，記得 CLS、comment、like、share、subscribe 我 channel，我會分享更加多嘅 Private 嘅最新動向。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